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乡亲，大家早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70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幸珠。新闻一开始来看拿坡里世大运，即马当伫咧意大利举行，咱台湾队个团转来好消息，台军都对拍摕到一个银牌，一个铜牌。射击队更较厉害，男女混合双打10公尺的空气手枪，咱的选手拍赢南韩，摕到金牌。拿坡里世大运男女混双10公尺空气手枪金牌战，比对资格赛排第一的南韩，中华队吴爱文甲郭冠廷无得惊。因为混双决赛是采取抢分制，两队每一个人拢射1发，总分数较悬的摕到2分，双方来来去去，发展到8比8同分。 10-2 for Kim, that's pretty good. 一个最后一摆射击射了新水溃，郭冠廷摕到10.8分的高分，以16比10打败南韩，摕到射击队第3金，嘛是这届世大运中华队第5块金牌。好消息团队的台湾选手吴爱文妈妈真感动。这个是算是静态，所以她也很独立，也很肯学习。然后教练所讲的她都有吸收，然后有配合学校，配合教练，对。 对，那我也在旁边一直在鼓励他。全国运动会啦，100年、101年，他的连霸好像3连霸了。电出早奖奖牌，妈妈讲吴爱文为国一开始练射击，一路并无顺遂。参加过2届奥运，这是第1摆参加世大运，嘛是最后一摆。因为下一届都超过年岁咯，会当摕到混双金牌，妈妈骄傲又搁欢喜。这届世大运射击队大丰收，拢有摕到3金2银1铜，创队史的新纪录。 啊，那伫台拳道项目，中华队佮摕到2枚奖牌，女子57公斤级担有争进入金牌战。啊，毋过所南韩选手以2比12输去，摕到银牌。啊，伫男子80公斤级，刘伟霆则是伫4强赛以5比12输予埃及选手，无缘进入金牌战，摕到1面铜牌。到目前为止，台拳道队已经摕到5银1铜的好成绩。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跟乡亲咱来去现报纸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拢伫报啥？先来看《苹果日报》。美国副总统潘斯甲国务卿蓬佩奥接见香港一传媒集团的创办人黎智英，讨论最近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以及多元条例修订草案，嘛有讲到香港伫一国两制之下的自治地位。继续看的是《自由时报》。 高雄桥头地方法院已经退休的法官张俊文，伫做法官任内审理的时，审判用抄的，造成一个姓欧的被告方误判。监察院昨天通过对这个法官的弹劾。再来是《联合报》，去年10月份，普悠玛订车，交通部就要求讲普悠玛甲泰鲁阁爱上驾驶，嘛讲要检讨 ATP 列车的自动防护系统，也毋过代替，即马是宣布讲8月份开始要取消上驾驶啊。 昨昏大位啊上红上清，应该就是开山里，因为大家拢在问讲开山里伫倒位。台南的本土天狗节目前有6地，主要拢伫中西区的开山里。疾管署伫昨昏就头一摆传疫情的警示简讯，结果却突袭，本来应该只有开山里附近的人会收到，结果咱全台湾拢收到啊。 伫巷内底喷药啊，也出动真力，详细找找探病网的组成员。台南市本土天狗节疫情到8号已经6例，有一半都集中伫中西区的开山里。疾管署9号中到第1摆用灾防系统，对开山里周围2公里内发出疫情警示简讯，结果全台拢收到啊。台南地区，对，然后我们想说，我们这里是凤山，我们凤山高雄这边有，应该。 跟那边有一段距离吧，所以我会觉得，其实这部分真的这种乌龙能免则免，以免造成地方的困扰。台南市长批评中央造成困扰，疾管署中到过后赶紧出面道歉也澄清，应该是系统更新的时阵意外改变设定，造成法律范围错误。是我们自己系统的一个问题啦。我们这边疾管署这边向全国郑重的道歉。那所以我们目前也针对这个系统正在除错。
虽然第一摆使用就出错，不过高雄天狗节疫情是真严重，有37例，是不是需要考虑使用呢？市府强调以前都曾经评估，不过防疫不是短时间内紧急避险，效果有限。评估是有效，但是效果不会太大，变成要5分钟或10分钟，甚至每1个小时要去发送1次简讯来提醒在地的民众，效果才会比较好。不过，市府表示，高雄有另外开发天狗节 App， 虽然系统无法度主动发预警，不过民众应随时用手机找找疫区，并且伫晚间或者是进入疫区的时阵，提高警觉来防护。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气象局今仔日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住伫这带乡亲爱特别注意。咱先来看卫星温度。今仔日咱台湾也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因为水汽有较高，对流有较旺，所以南部会继续落雨，中部嘛有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其他的所在过到了后有雷阵雨。甲前几天啊相比，今仔日的落雨机会有较大。温度的方面，今日咱全台湾也是高温，大约是32度到34度。湘北、台东、花莲今日拢是黄色的灯号，就是高温可能有36度以上。有推出热归海的网站，要提醒头家人，高温的工作环境要降温，而且逐工袂当连续拍日做事6点钟。若外界在问讲，遮尔啊热，敢有高温假？劳动部即马表示讲，社会也佫有无共款的意见，所以佫爱评估。这礼拜台湾的温度拢是非常高，气象局也对台北发出黄灯，华东发出甘色高温警报。特别是拜日冲了36度，真热的天气，建筑工地工人是真无闲，搬动物也爱设置吊扇来衰角。喝水啊，然后会加话梅啊，然后盐巴啊，增加身体的钾离子啊，就是比较不容易脱水这样子。劳动部推出的热危害 App， 看到拜日热指数已经到第3级危险等级，提醒头家避免互劳工伫外口工作。根据一案法规，符合关温工作场所，逐工连续工作并超过6点钟，当体力劳动者休困时间每小时至少20分钟，头家也应该提供饮的水甲盐。说我们在工地检查的结果、预警的行动资讯提供的这个讯息哈，我们会在每天，我们这样每天都会中午都会进行一些工程。讨论经过高温假到底是不是会使，劳动部表示社会意见多，目前真歹达到共识，爱评估。用假这个概念来谈哈，那似乎是比较没有办法界定哈。那重点哈，我们是认为说如何避险，这个是比较重要，而且要有一个这个有效的通报。那没有执行呢？我们这没有执行的过程要怎么办？然后尤其有时候其实是一个瞬间的。治安团体认为，这案法规应该加强这伤害通报机制，对高温的劳工类型有更加细分类。而高温的工作者，逐工要补充3000cc 的水分，若拄到吊伞失去意识，就要赶紧送病院。若无有生命危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的是，昨暗时有署有公布5项由咱台湾业者制造销去美国、加拿大的化妆品，方发现内底亲像去掺着石棉这款成分。目前已经要求各县市卫生局甲业者爱回收。销售嘛有公布这5款产品的外壳，就是会当看到的一寡这图，就是这个产品亲像是去掺着石棉。乡亲斟酌看，确实有去买到唔通够用啊！内底是有木材，也是有粉饼这的化妆品。根据销售了解，这5款有问题的产品，拢是台南一间化妆品的大工厂做的。因为石棉是一级的致癌物质，禁止用伫咧化妆品顶端，所以呢，所有有问题的产品，即马全拢爱回收，而且嘛已经启动调查。为着要改善中部的空气的问题，台中市长罗秀燕有宣布讲，明年要减少中部火力发电厂用土炭发电的量，嘛阁向中央来发声，望讲台电会当同意。毋过台电是讲，能源的转型需要时间。中部空污问题严重，台中市长罗秀燕日前宣布，明年将大大砍掉中火土炭使用量了后，搁一摆向中央化为表示。全国这2年新增加6部发电机组，全国电力备转容量增加到60%。在供电有存的情形之下，请中央当局和中火机组堵下。如果要除役的话，我们中火有10部机组，
也一定要部分除役化，这样子才公平。因为中国是全台湾最大的电厂。卢秀燕表示，中火是台湾上大电厂，十部机组也是火力全开，对民众健康影响真大。而且市府伫105年1月14成媒自治条例，明定109年中火顶公司场所应该减少涂炭4成，是有法律的依据。要增加燃气机组跟减少燃煤的使用，这是需要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达成，那是不能躁进的。把机组停下来，那么当然对于发电的冲击是蛮大的，那需要谨慎的处理。那电呢是要发出来的。如果电不发出来，那么民众无电可用，对经济民生，甚至对于非常多的事情都会影响很大。以及执行林佳龙丁为上一届台中市议会跟台中市政府共同地方自治条例道歉。环团表示，肯定台中市府愿意回归法令，让中部民众未来每年免加数156万吨涂炭的空污。也呼吁经济部更应该加强辅导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赶紧转型，因为产业转型不应该只是口号而已。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书展文化博物馆甲日本的科学博物馆合作，要重现3万年前咱人类过乌潮情形。经过3年的时间，1个月车过1只插棒船，对台东出发，第昨昏顺利到日本的与那国岛。5个日本甲台湾籍的选手，初7中昼用模仿7500年前移行的插棒船，伫台东乌石皮渔港向日本来出发，要来证明历史进程人类驶过乌水流航海去日本的水路。因敢若靠观测日头，还有天气的位伫海上行船，伫台东过船去日本上南边的与那国岛，总共225.62公里，5个人过船46点钟，伫台湾时间初9早起10点40分左右，成功到与那国岛的 Q 布良港。研究团队真欢喜的接应就发，日本 NHK 電視台嘛伫中岛新聞報道一個讓人真歡喜的好消息。与那国島の西側にある海岸に到着しました。这是国立台湾书展文化博物馆甲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来合作，用3年的时间，总算成功证明3万年前史前人类使用插座的航海工具，到台湾驶过乌水流来到日本。透过这一次的实际航行，我们证明了这是有可能的。那我觉得这是这一次的这样一个考古实验计划最宝贵的地方。林武雄表示，台湾日本合作的这项史前航海事业成功，卖当互大家更较关心台湾啊甲4个位的国家，对史前时代以来的活动过程，而且变做未来研究史前人类航海的基础资料。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水就水伫有山有海，阿里山的心那铁路有丰富心那资源，也有风景甲原住民的文化。文化部经过真久的审议，即马甲阿里山心那铁路列作重要的文化景观。沿着铁路三角线和火车头驶向阿里山松那铁路的直行车站，有缘保持这项特殊的车头驶向方式。嘛，因为阿里山林铁真特殊的文化内涵，更加核选做台湾头一个重要的文化景观。因为安尼，文化部长陈丽君专工来嘉义，除了颁布证书之外，嘛带来相关维护经费的好消息。未来在嘉义县市跟我们农委会林务局相关的维护计划，我们的补助会提高。这是身为国家级这个一定要做的，补助分担的比例要提高。不过协力合作是必要的。1912年通车到即阵的阿里山松那铁路是台湾唯一的高山林业铁路，真有历史观光价值。阿里山林业捌是台湾3大林场之首，也见证台湾的林业发展史。即马登录最重要文化景观，将其对地方升关做国家级，对世界遗产的申请有帮助。今天开始成为重要化景观，它其实在预算上面呢，其实就可以有比较多的中央的挹注。那对于这一条的铁道的管理维护上面来讲，其实是会有正面的帮助。在国内，我们对这一个文化资产很重视。那对外的话，如果我们又积极的去申请 UNESCO 这样的国际组织，那相信我们在申请世界遗产、推动世界遗产，应该是更有机会的。
文化部表示，针对阿里山林体和林业文化景观，已经开始以文化路径的概念推动政策，会邀请地方政府、民间团体做伙和中央合作，结合文化观光和地方创新，希望会当为台湾特有的林体文化带来更加深入、更加丰富的价值。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公路台北线林37便道，去年11月份开放中型的巴士会当通行、会当行。不过今年5月中的时落大雨，水防线又阁无通啊。经过50多天的抢修，即马阁重新开放。这是5月18大水雨造成中华台北线林37便道土石崩落来，路拢断去的境地，公路单位人员拼命冒险来抢救。目前公路段同仁冒险抢过灾区。3点钟到153毫米的强角雨，造成24公里长的中华林37便道有18所在海起。秋冬甲一半，佮拄到6月11大水雨，部分的路段去大量崩落来，土石砍掉咧，佮有几啊个明磅空海起。其中上严重的就是21公里的所在，得机1号明磅空，基础全部拢走出来，拄远远的所在来看，就若像浮伫咧半空中。整个民隧道下面被掏空，大概40几公尺长，两边它退掉了，中悬空，所以我们要把两边的基础给固住，所以可以看到两边有先喷浆把它喷起来，避免它在2度被淘刷影响到。整个中间悬空这10米底下，我们用支撑把它撑起来。透过增加补强，还有灌浆，路基楼起的明磅空，即摆已经使提供17栋以下的车来通过。而且梨山地区的居民表示，路断去的53天，敢若会当驶路都南道合欢线去台中。这条路中断以后都一样，都要从合欢山就医到台中，依然我们没有住的地方。公路局公务端讲，5月10日这场大水雨的第期强降雨是这10几年以来上大的，嘛甲部分大型的石头冲落山，回勘了后，公路局预定伫7月初10开始恢复一天3帮处放行。梨山居民是搁一个表达，修复青山旧山的心愿，互因有一条会当安全转去的路。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启动大米村因为较晏倒塌的粪扫转运站，最近云林县内的粪扫是愈积愈多，天气又搁热，臭毛毛，住伫附近的居民挡袂牢，全伫咧庄仔头看白布条空气。落雨了后，若是出日，空气当中就会传出一阵一阵的臭酸味。在云林启东乡大米村的村民就讲，因为因的庄仔头真晏倒落粪扫转运场，最近看到粪扫愈囤愈悬。若是透南风的时阵，规个大米村的民众就吵架，普通时伫厝里头门拢爱关条条。尤其咧食饭安尼，偌臭你知哦，门拢唔敢开了。我这都是乱偏着，规乱偏着，对人的身体都无好哩。一发起来就是拢对南边这边来，所以我规个庄面这拢掉，这臭味规庄拢偏会掉。大米村的村长何顺良表示，最近天气真热，佮常常落雨，空气当中一直拢有臭酸味，已经影响村内底超过1000户的村民。啊，毋过向县环保局斗六市公所反映说，一直拢无来解决，才会调白布条来抗议，希望讲环保单位会当赶紧想办法来把这块粪扫处理掉。另外，针对斗六市一个暂存垃圾的部分，那现在县长也在做一个紧急的做一个调度，那我们也调度到外县市来做一个协助，那这部分我们也亲自向环保署这边来，希望说增加量能的部分，那目前环保署也在协调当中。云林环保局表示，因为外关市的分化路当地年度保养，外关处理的粪扫量较少，即马蹲伫咧斗六粪扫转运场的粪扫量超过1万吨，除了积极协调增加外关粪扫的处理量，嘛来找适合的所在来起正式的粪扫转运场。目前的要求市公所甲消毒工课做好，来减少粪扫臭味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早冬的稻仔当咧收，也毋过伫咧中华新港有一窟田煞着虫害。即款情形过去拢是发生伫咧万东较济。农业处即马判断讲，应该是甲用药的习惯有关系。已经熟的稻仔准备采收，毋过田内底煞吐了几啊地，未少稻仔规个枯叶打起，而且倒去死亡。农民讲这是被害虫丢失侵蚀，造成严重的损失。农民为了避免灾害扩大，赶紧抢收。真侪人讲种稻仔几啊10年，拢无拄到这么严重的虫害。唔捌，像我咧做田我就唔捌安尼啊。大概有啦。依照到这严重。
唔捌汉语。被丢失侵害是彰化县新港乡，公所统计到目前差不多有将近9公顷的农田受灾，以往灾情拢发生伫咧2期，不过今年1期就发生。种稻3甲外地临时农民认为，可能是气候无正常，加上抗药性，才会予灾害这么严重。伊的1期稻尚无损失一半。2期比较会发生，1期应该不会发生。啊，所以变成今年就是气候异常，然后变成一直下雨，每一个礼拜一直下雨，那个潮湿环境适合它。因为今年呢碰到暖冬，然后加上5、6月份的西南气流，所以等于说相较于往年呢比较严重。药剂的防治它有它不同的防治机制，那不同的药剂呢应该要交替使用，避免产生抗药性。受灾农民希望政府会使专案救助，不过彰化县农业处表示，丢失虫害无伫咧天然灾害救助的范围，会甲农改场协助加强农民的栽培管理，还佫防治虫害的教育训练，降低农民未来虫害损失。记者彰化综合报道。国际顶悬上要紧的大代志，来看香港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引起反送中示威。特首林郑月娥伫昨昏宣布讲，修法全面失败，无要阁重新启动修法啦。香港的街仔路人真甲颠，进前修订逃犯条例，引起一届搁一届的大规模示威。特首林郑月娥6月底决定暂缓修法，毋但无平息民怨，定调示威的民众是不当的讲法，惹搁较侪市民行上街仔路，看到风波跋倒线，早起林郑再度举行记者会，宣告草案正式地入观察底，袂搁再定启动修法。I have almost immediately put a stop to the amendment exercise. But there are still lingering doubts about the government's sincerity or worries whether the government will restart the process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So I reiterate here, there is no such plan. The bill is dead. 香港市民要求港府撤回逃犯条例，毋是干那暂慢，地数抗争拢无效。林郑月娥再去有关毋愿意讲出撤回这2字，佮大界号召大游行的民间团体民阵质疑林郑月娥为着民主已经牺牲偌济市民，而且首长正请毋是立法会议事规则当中所用的语言。我相信大家揭匀全香港嘅法律，都唔會揾到壽終正寢呢4個字。可以見到林鄭月娥究竟可以為自己嘅面子而犧牲幾多其他人呢？呢個係令香港人覺得好心寒。那是林郑月娥资本抨擊6月12日包圍立法會的示威青年是暴民，伊早起解講未替迄天集會做任何的定義，日後無存在檢控工作，但是是毋是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還原真相？林鄭表示，警方若是有缺失，會向監警會提供資料，但是民陣質疑這是救援兼裁判，因為監警會無權利傳喚員警組成的人員，嘛無講解證。監警會可唔可以主動去傳召李家超呢？佢傳召對方係咪唔可以唔出席呢？民陣抨擊林鄭月娥口口聲聲講着法治，所對警方執法過頭的表現真寬容。修訂逃犯條例，港府看起來敢若是放棄啊，但是敢會對示威的民眾事後算數，追究執法過頭的港警，民陣閉關看待，而且無排除閣再辦街頭示威。記者綜合報道。日本政府限制半導體的材料出口到南韓，引起南韓政府的不滿。南韓的總統文在寅七八要求日本政府要撤銷限制，趕緊協商。嘛講若無，因嘛有對應的方式。今日會議室，南韓總統文在寅主持部長級會議，講到日本限制對南韓出口半導體材料，頭一屆做出回應。일본 측의 조치 철회와 양국 간의 성의 있는 협의를 촉구합니다. 日本甲南韓因為二戰時期日本企業強制定調南韓工人問題關係惡化，日本提出要和南韓協商相關問題，卻得不到南韓政府的回應。日本政府就對初時開始管制3項關鍵電子材料出口南韓。南韓總統文在寅強調，這個政策讓韓國企業生產帶着污染，嘛讓全球的供應鏈受到威脅，無排除採取應對措施，這毋是伊期待看到的。 대응과 맞대응의 악순환은 양국 모두에게 결코 바람직하지 않습니다. 그러나 한국의 기업들에게 피해가
실제적으로 발생할 경우 우리 정부로서도 필요한 대응을 하지 않을 수 없을 것입니다. 南韩政府要求日本反省，日本敢有遵守自由贸易原则，决定伫初9的暗头啊向 WTO 提告，日本违反规定。事实上，因为征调工人的问题，南韩对今年1月到5月之间，嘛出现民众抵制日货旅游的状况。根据南韩旅游企业统计，过去8天，南韩民众到日本旅游人数对160万人次增加到750万人次。不过到今年5月为止，旅游人数累积到320万人次，颠倒比去年同期减少4.7%。若是两国进入贸易战，这个数字可能会阁落低。记者综合报道。若美中贸易战最近有较停啊，也毋过真侪伫中国设厂的企业拢在上步，希望讲毋好互去影响到。其中，咱台湾的脚踏车业者为着要避高关税，有的已经甲生产线刷转来台湾。工作人员将莫大装伫电动自行车，在捷安特伫台中的组装厂，最近后面对中国出口的电动自行车却反倾销售，加上中美贸易战，美国嘛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增加关税。世界上大自行车制造商捷安特决定分摊伫中国制造的风险，伫台湾成立新的组装线，嘛伫上海里成立新厂，其他自行车厂商嘛拢调整生产策略。到今年4月为止，包括捷安特已经有40间公司为中国登来台湾，拢总投资67亿美金，创造21200个工作机会。台湾的电动自行车销量嘛低成长，销去欧洲的出口量伫今年第一季成长1.35倍，销去美国的则是增加70%倍。伫全球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抓到世界趋势，追求创新，佫是生存的方法。伫中华设厂的乐库嘛，都研发出全球第一台符合电机安全标准、会当拗的电动自行车。我们的优势是在于说，我们的创新设计能力跟人家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研发团队。那我们的车子也都是做一些比较特殊性的，像折叠，然后像sharing e-bike 共享电动车，或像一些 cargo e-bike 那种需要技术门槛比较高的。看到台湾自行车完整的产业链跟专业峰会制作经验，荷兰自行车品牌 VanMoof 伫2012年特别来台湾成立分公司，将这发展做设计开发基地，亲自研发出会当追踪防止人偷摕的自行车。We have anti-theft tracking in the bikes, and we do bike hunting. So we actually say if your bike gets stolen, you just report it stolen in your app. We'll find it for you. If we don't find it, you get a new bike. And we have bike hunters all over the world. 台湾的自行车产业伫1980年代就发展真好，替台湾赢到单车王国名声。这几年来，面对中国来竞争等因素，各摆面对转型困难，这摆敢会当成功，而是这个产业搁一摆重大考验。记者综合报道。自从中国宣布讲因无要收塑胶垃圾了后，欧美的回收业者全转去法规较无遐尔严格、较严的东南亚国家，造成当地严重的环境问题。即马印尼初9的时嘛宣布讲，因要甲200多吨的垃圾限予澳洲。将货柜拍开，一堆废纸内底，海关人员发现内底有藏使用过流珠啊、塑胶管啊、阿鲁米管啊，这些垃圾。Ada berapa tuh? 3 perusahaan ya, kalau nggak salah itu ya, 3 perusahaan. Tentunya yang respon itu kan tergantung perusahaan yang bersangkutan, kapan dia mengajukan permohonan responnya. 印尼政府今日8日宣布，将49个有装袂当回收垃圾货柜提登入法国、德国这国家。这礼拜又个发现，为澳洲来的超过210吨的白垃圾货柜，内容写废纸的垃圾内底藏有毒过期物。印尼政府初9发出声明，要求90天内将这垃圾货柜再登去澳洲。这为欧美国家来有毒废弃物会再去印尼，造成为中国去年宣布不要接受全球的垃圾甲回收资源，该当送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这东南亚国家。毋过送到位了后，才发现讲，其中有参袂当回收，甚至有毒的废弃物，甲双方讲好的进出口条件无同，毋若违反，嘛引发兵变，反而造成当地严重的环境污染。若为5月开始，这国家已经渐渐退回这垃圾货柜。记者综合报道。
啊，法国交通部初9的时，因是宣布讲，自明年开始，因要针对所有按法国机场起飞的航班，坐飞行机的这乘客，因要加扣环保税。按算当年就会增加超过60亿新台币的税金，这钱呢要放伫咧较环保的基础建设顶悬。这为法国机场起飞航班，明年开始票价可能会变贵，因为法国会为明年开始扣环保税。交通部初9伫记者会发布这个消息。Elle sera progressive et représentera une contribution de 1,50 € par billet sur un vol intérieur ou intra-européen en classe économique et pourra aller jusqu'à 18 € sur un vol hors Union européenne en classe affaires. 也就是讲，根据床顶甲布袋底，每一个乘客会扣新台币52块到629块的税。经济舱机票过来个培养欧盟国家，每一张会扣1.5元；欧盟以外国家扣3元。商务舱乘客负担较悬的税，过来个欧盟国家扣9元，以外国家18元。专机旅客未享扣税。法国交通部表示，这是俄、瑞典、德国这国家，预计一年会有1亿8千万欧元，超过新台币60亿税收，会导致摆脱较少、较环保的基础建设，亲像铁路。Elle s'appliquera à toutes les compagnies au départ de la France, quelle que soit leur nationalité, de sorte qu'il n'est pas question que notre pavillon national s'en trouve désavantagé. 消息指出来，真侪间欧洲航空公司的股票价销大落，亲像法国航空股票价销5.2%。业者表示，环保税会降低竞争力，环保组织单独批评扣税伤低，未改变消费者行为，很改坐火车。欧盟警告，若是航空业阁无采取行动，利用化碳排放量，伫2050年之前，恐惊会是1万4倍。为着对抗气候变迁，马克龙政府想办法，首都巴黎嘛拍算禁止坐大型观光巴士。另外，资本今年要调起燃料税，暗跟引发民众对好野伞插过不满，长期爆发唔敢运动，落尾该人停止。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有一对阿爷翁仔某，因今年透过试讲翁鞋啊，这医学技术生落来一对双生仔。啊，毋过斟酌甲看，才发觉讲这翁鞋啊，亲像毋是亚洲人。DNA 鉴定的结果，嘛发现讲这根本就毋是因的囝。这对翁仔某真生气，气甲告去法院。这对住伫纽约阿爷翁仔某，2012年结婚了后，一直拢无生囝，找洛杉矶一间有名的临港受孕诊所斗3工，替妈妈设立胚胎。伫今年3月30，顺利生双生仔的查甫囡仔。毋过翁仔某所发现讲，囡仔毋是阿爷，经过 DNA 鉴定，甲爸母并无血缘关系，而且这2个囡仔2个人嘛无血缘关系。翁仔某2个人该当放弃监护权，毋过为着临港受孕，这对翁仔某拢总开10万美金，差不多新台币300万块。发现囡仔毋是家己的，身心受到创伤。顶礼拜决定提告，告这间诊所犯医疗疏失等10项罪名。随上这对翁仔某伫有生的期间，就发现无正常，全部检查讲是2个查甫囡仔，毋过医生正经讲过，因无用男性的胚胎。后来医生又甲解讲，全部检查并无正确。这对悲伤的翁仔某，都咧希望用法律方式处理赔偿，嘛毋望类似悲剧卖个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参加出真侪日本真青真红团体的日本 Genesis 事务所社长强尼喜多川伫昨昏过身，伊是食到87岁。ジャニーズ事務所によりますと、ジャニー喜多川さんは先月18日に自宅で体調の異変を訴えて病院に向かおうとしていたところ、意識を失って東京都内の病院に緊急搬送され。伊伫6月份的时，就因为脑中风昏倒送病院，昨昏熊熊恶化。伊伫咧1962年成立 Genesis 事务所，参加出济日本国民的天团。伊嘛做过8000多场的演唱会，即马伊是世界纪录顶悬做上济演唱会的人。来看美国国务院是批准要卖互咱台湾国防的设备，总金额达到22亿美金。美国在台协会表示讲，这目的是要来支持咱台湾提升国防的现代化。咱总统府是强调讲，美国政府用行动支持咱台湾，咱深深感谢。
中国对台湾的动作真多，美国国务院核准对台湾卖108台 M1A2 Abrams 战车。还有刺针防空飞弹，除了帮助国军维持保卫能力，嘛加强自我防卫能力。其中刺针防空飞弹是真好搬的防御型飞弹，攻击范围有4800米，会当到伫 Abrams 战车面顶使用。Abrams 战车一台超是860万美金，炮塔面顶有会当设的车长独立热线上观察仪，会当提悬搜索目标的能力。这波军售总额超是22亿美金，是川普政府较近对台第4届军售。中共从来没有宣布过放弃武力犯台，我们必须要用我们自己的实力来捍卫我们的民主、自由以及和平。充分展现美国政府对台湾国防需求的高度重视与支持，以及持续履行对我国安全承诺的坚定决心。美国在台协会表示，这届军售是一项考虑周全的国防投资，支持台湾提升国防现代化的打拼。对此，总统府强调讲，台湾是印太区域负责任的一员，会加速国防投资，共同维护区域安全和稳定。美国政府持续具体的行动那履行对台湾关系法跟6项保证的承诺，那协助台湾强化自我的防卫力量，我们政府表达由衷的感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当美国把这个美台关系有关于军售这么一个成分跟所谓的美中关系的处理切开的话，这是对台湾来讲是一个正向的一个讯号。学者认为，美国知影讲对中国来的威胁继续在增加，所以照台湾关系法对台军售，体现印太战略的规划，协助台湾阻挡任何有可能的军事威胁。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总统蔡英文11日要出国访问加勒比海友邦，民进党主席杜英泰伊是去访问美国10天，这行程嘛伫昨昏结束。伊特别伫咧美国录影片讲，伊这10天伫咧美国的各地，甲乡亲交换意见，嘛甲美国重要的智库做交流。甲保留副总统欧伊罗等人握手，蔡总统今年3月率领海洋民主之路访问团到保留，即马由保留率团来台湾交流。蔡英文表示，两国已经签署海巡合作协定，乐见未来共同伫印度太平洋地区维护和平甲海洋生态永续。我非常的期待，透过密切的合作，台湾和帛琉可以一起印度太平洋地区中成为确保和平、维护海洋生态永续的关键的行动者。要继续广告邦期，蔡总统11号第7摆出访，将到加勒比海友邦，前后11天的行程，来回总共4暗伫美国停留，创下历任中华民国总统上济行程。落伫出访进前，民进党主席杜荣泰10天访美行程，伫9号结束。伫旧金山等待专机时录影感谢侨胞，还佫强调甲当地智库连线，要将这建议转换成对政策的说明甲建议。让各国侨胞因为我们自己对自己打边界的挑战，会让他们看到后来加完后该唱快乐出榜，希望侨胞团结对抗中国这新霸权，约定争取101胜选。访问团也甲美国智库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会谈，宣示政党访问活动并非政府外交系统。不过，执政党党主席亲信率团访问纽约华府费城帕通馆，希望总统甲执政团队过境美国时，更了解外国乡亲对台湾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初选民调即马正在进行，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针对朱立伦批评伊饲囡仔的政策，郭台铭嘛呛朱立伦讲伊无国家领导人的班。那高雄市长韩国瑜伊是批评总统蔡英文，讲总统蔡英文挑工操作，互台湾甲中国对立，真无道德。变总统初选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提出政见，要以100亿基金成立专职保险公司，为定定做到具保新创者提供保险福利。另外一边，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也提出政府补助红某人工生殖以及万婚女性动乱，解决少子化。双方隔空拼场，针对郭台铭提出0岁到6岁由国家饲的政策，朱立伦批评是黑白讲无法度成真。郭台铭反呛朱立伦无国家领导人的架势。亏他还是念会计学的，对，把负债跟投资没有分清楚，都是搞成部长级的问题。
没有提出到真正国家希望型的问题，国家领导人的格局。钱是大家的，绝对不能浪费，不会开一个说全部都由国家扛，或全部都由国家养。为了证件郭台铭朱立伦几啊摆交会，不过郭台铭不止拍朱立伦，日前出席活动，因为麦克无关，未细致讲出已经无理智，被外界解读是咧暗中批评韩国瑜。郭台铭赶紧解释讲是咧讲家己无理智，韩国瑜是讲无理解，不过尊重评论。国民党初选火药味愈来愈高，韩国瑜也佫将目标对准蔡英文，批评伊精兵步兵并行的讲话是对国家兵权理解无够，韩国瑜马上回击。选举到时候操纵两岸之间的危险往战争这个边缘的时候，这是非常不道德的。韩国瑜有话就讲，也佫爱蔡英文加伫国际上大声讲家己是中华民国总统，对外炮火全开，而且是初选民调黄金周。韩国瑜表示，各参选人拢派人到民调公司咧注意，为争取出线。参选人把握最后时间，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是继续走基层，也伫各地成立金平之友会，种种动作难免佫引起外界联想，是不是可能发动参选咧？会脱党参选？没有，我说我勤跑基层就是要整合各方的力量，来为2020年国民党能够重新获得政权。国民党初选拍甲一泡泡，参选人每一个拢真紧张，争取上大支持，无用分任何一丝丝的差错，后面调伫一枚时间变盘。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休热，真侪人规家伙仔会出门做伙去佚佗。屏东县府就甲艺术馆即马变做游乐园，囡仔是算甲跳甲要变过。毋但有15国的传统服装，互囡仔会当换衫，嘛有上新的科技 VR 电影院。囡仔热天上爱耍水，排队踮咧流大型的储水道，刺激佮消暑。另外一边的囡仔对着台顶来跳舞。屏东囡仔公欢节开幕，小朋友算甲变过。我觉得我滑水道很好玩，又刺激又丰富哦。让父母能来在暑假的时候来带小孩子来参加很多活动。参加3年了。然后呢，儿童狂欢节的节目一年比一年精彩丰富，好好玩。屏东艺术馆变做游乐园，活动主题区提供15国传统的衫，让囡仔快速变装来翕相。另外，有上新的科技 VR 电影院，要让大人、囡仔一个精彩的暑假。那给孩子有一个难忘又既健康低碳又有共享学习亲子的。暑期假期到7月28为止，还有真侪精彩的活动。屏东县府邀请家长带小朋友做伙来闹热。记者综合报道。母语是咱的根，即马有真侪幼稚园嘛开始真重视推广台语。咱来看南投草屯盐丰国小附设幼稚园，逐年拢有囡仔欢喜。今年因是甲大野狼的故事改编，互囡仔转程用台语演出。大概家长看落是笑嗨嗨，嘛学落个读字。学生囡仔伫台顶认真跳舞演戏，主题是大野狼。老师带囡仔用创意编出新的故事。上特别的是，规出戏拢是用台语搬的，精彩的剧情，互大咖的家长拢看甲嘴笑目笑。觉得他表演的非常的很有他自己的独特的风格，然后觉得真的是觉得小孩子真的长大了，就内心就觉得非常的激动。这个角色都是他们自己设计的，我觉得非常厉害，而且老师串场串得非常好，每个同学都表演得非常非常好。这是草屯盐丰国小幼稚园今年的年度大戏。打破咱较早对大野狼拢是歹人的印象，加上活泼的音乐甲舞蹈，展现囡仔伫学校学习3年的结果。那么应用他们在语文课或是律动课，甚至是美劳课的一些学习课程，那么把它整合起来来编成一部戏那我们也让小朋友一起来参与。在这个主题里面，带着孩子听很多关于野狼的故事，然后孩子他们就去思考说，其实狼也有好的狼，对。然后再加上，因为这学期我们学校有参加闽南语沉浸式教学的计划，所以我们这一次的那个剧情都是以台语为主。
对这个表演，看到学校的用心，嘛看到学生囡仔单纯搁认真的模样，实在真鼓水，替大家心内拢留落感动的记忆。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出门佚佗会翕相做纪念，若周景林伊去世界各地佚佗，伊是买石头也是捡石头来做纪念。所以周景林的厝内即马有1000多粒石头，每一粒石头的背后拢有一段故事。手里捧一粒石头，真细致，用手电仔照落，变做黄艳艳、金细细。这是为洛西亚来的蜜蜡石，是石头收藏家周景林的宝贝。伊行到世界5大洲，收藏上千粒的石头。石头的来源最多的当然是台湾了，然后就是中国大陆，那个澳洲的，到西伯利亚的那边也有石头。我也收藏了莫斯科的石头、圣彼得堡的石头。87岁，周景林是一个退休的公务员，捡石头是伊和太太的兴趣。大部分的人旅行拢用翕相来纪念。周景林和别人无同，伊是用各种色水、材质拢无同款的石头来写伊的旅游日记。那石头里面，它不是捡回来而已，把石头也做日记。里面他写的记载，某年某月某日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大洲捡的石头，或者在某一个地方买的，非常的详细、细细密的记载。周景林厝内石头满满是，号名叫做无石园。澳洲斑马石、中国辽宁玉，逐粒石头拢有一个故事，上千粒的石头拢是周景林生命中的宝贝。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火龙果大出，食火龙果当钓时，伫南投的民间嘛是种火龙果的产地。地方农会为着要提高品质，已经第2年办评鉴，互农民会当互相交流、求进步，嘛要开展市场。甲火龙果切开，内底肉真济，看起来真好食。评审委员哪食哪想要安那拍分数，因为敢有好食无，搁有看起来敢有水无，拢是评鉴的重点。这是南投县民间乡农会第2年举办评鉴活动，要打造甲农民互动交流的平台。阮为着要提升迄个市场竞争力，增加农民的收入，阮特别来办这个凤梨评鉴甲红萝卜评鉴吼，互咱的农友会当第时间活吼。我们今年的评鉴会也会示范红萝卜的料理，是着重在它的红色的色素那一块。对，那其他菜肴的料理都是主要是利用花苞这个部分。民间乡因为土壤的条件好，种出来火龙果品质真好。上大的问题是如何分配进入的市场，才袂互介绍受到影响。专家嘛提出会当为料理开发的方向来想。除了年产量是全县30%的火龙果，年产量占全县68%的往来，嘛是评鉴的项目之一。从咱往来用药方面，会当达到咱这个国际水准。今年事实上雨水算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整体上来讲，对凤梨来讲的话，它的品质一直都维持比较高的品质。在专家专业的评鉴之下，参加的水果必须内外拢爱顾会到，才有机会得到前6名。民间乡农会嘛会伫7月13号伫立月潭进行颁奖的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6甲国中申请国际志工长期在学校这计划，互囡仔会当甲这国际志工交流，去熟悉搁较侪国家，熟悉这个世界。国中3年的时，就已经会当深入了解3个国家的文化，嘛提升囡仔学英语的兴趣。校园内面挂着一罐搁一罐的糖仔饼，德国来的国际志工 Rebecca 甲 Alina 当地咧介绍德国小朋友进入小学的文化。台南6甲国中为着互国际内世界，特别向国际青年文化交流协会申请国际志工驻校的活动。从去年开始就透过 ICYE 申请国际志工。那虽然国际志工只有1个人、2个人，但是他来学校时间很长，有半年到1年。那这1年的时间，等于是一个沉浸式的环境，全校的师生都可以透过这1、2位志工，完全的认识这个国家。Rebecca 和 Alina 设计无同的游戏，让小朋友实际参与，熟悉德国的族群、小食物、信仰。老师也和学生分享这半年来因眼中的台湾。Why do we have a German day? Because we want the students to know more about Germany, so they get a whole day to just talk and learn about Germany. Every class of the 9th grade have to introduce one topic, like history of Germany or some festivals.
6家高中的老师讲，虽然无法度带学生出国，不过透过国际志工驻校计划，让学生伫咧3年的高中生涯，会用深度熟悉3个国家，提升英文能力，也增加国际观。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刊榜来大家介绍，金曲奖打结束。即马咱小连续3天，要带大家来看台语歌王歌后甲台语最佳专辑。今日咱先来了解台语歌王罗曼阿迪的故事。伊51岁，踏入乐坛已经27档。伊接受台语台专访的时，伊讲，摕到台语歌王这领封神的背后，伊希望大家会当看到伊对母语创作的坚持。即马就做伙来看伊的音乐故事。最佳台语男歌手得奖的是流氓阿德。过了50岁，开到台语歌王罗曼阿迪特别感谢妈妈给伊的勇气。最后，我要谢谢我的妈妈在天之灵，我知道她今天在现场，因为有她，我才有勇气继续倒下去又爬起来。谢谢大家，谢谢。我讲啊，我的朋友。人生苦短，世事无常。进入音乐界27年，罗曼阿迪想起当初时用台语创作，是互家己的母语感动到。我听到的时阵，我感觉，怎啊心中去有啥弄到迄款感觉，就种，这应该是我的母语，我要来写这款音乐。结果写了以后，我感觉我咧写的是我的文化，是我的人生。找到家己对音乐的定位，罗曼阿迪下功夫，认真扩充台语思维。一般咱咧讲的话，其实词汇真少，但是我努力去找足多台语的词汇，来互台语更加文雅。透过创作，互累积伫心中的情绪有机会透放。罗曼阿迪也鼓励即阵当伫咧为梦想奋斗的人。你爱甲遐艰苦、辛苦的代志，当作是一款考验。你若这考验你有法度跨过，你就赢。得到金曲歌王的后一步，伊阁有其他的梦想要继续完成，亲像写小说、主持广播节目等等，要继续充实家己，搁来向前行。记者洪敏珍、陈冠达台北报道。伫咱台湾嘛有一阵正爱跳街头舞蹈的少年家，因即马组一团，号做铁树地，为着要创作咱台湾的舞蹈脚步，伊甲加将文化才会编入去街舞内底，要互世界看到咱台湾。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梦节目10点，带乡亲做伙来看即阵少年家安那对梦。铁树地的团长阿庆自细汉就爱跳舞，17岁的时阵，为着要正做舞蹈老师，一个人到台北打拼，佮为着要互舞艺更加提升，去到美国进修。阿庆发现到外国会当将在地文化变做舞蹈，安尼台湾是安怎袂使，所以开始思考是毋是会当变出属于台湾的舞步。基本上就是，阮就是希望讲吼，会使创造咱台湾的舞步。什么是上代表咱台湾的气味？对，迄阵啊，想着讲，加强，咱有这个公司的话，咱不如咱真正去看卖。敬神的舞蹈，台湾有家将有奖手。团长阿庆为着要将家将的脚步手路变做现代舞蹈，带着团员到真现场学家将的传统步。虽然真现场堂主蔡尚元训练严格，铁树地有关是每一年拢会回来请教。因为阮想讲家将是一个台湾就特别的一个特色啊，而且就有生命力啦，而且它会使变出就多无同款的舞步安尼，所以铁树地就是一个就是将台湾文化去希望互全世界看到的一个团体安尼。铁树地以传承推广台湾文化为使命，用台湾的语言音乐、台湾的文化典礼来编舞。但是，毋那是希望会当互世界看见台湾，也希望透过加强街舞，互生活伫台湾这块土地的咱，会当发现到咱文化美丽。记者综合报道。
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咱台湾也是受到西南风影响，因为水气较高，对流较旺，东部会继续落雨，中部有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其他的所在过到了后可能有雷阵雨。甲前几天啊相比，落雨机会会较大。温度方面，咱全台湾也是真热，大约是32度到34度。也毋过伫湘北、台东甲花莲，今日是50个顶好，也就是高温有36度以上。继续来看今仔日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9度，上悬有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花岛是26度到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9度，上悬有30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母语是文化的根啊，咱共同来甲这个根顾好，互营养，互臃肿生团，会当咧开出呢搁较侪水的花，甲甜的果子。公司台语台。一个国家，一个王，建立的消息，抵抗的消息，这就是我的正义。烈武结风，爱看兄弟情义，来上山。逐礼拜一甲拜五下晡5点，多情一流。